年北港的移民业超过200年的历史了，主要是来奉祀着清朝时期为国家牺牲的义士，是婚姻县政府指定的县定的古迹。日前庙方所收藏的5项的文物，嘛得到县府指定为一般古物，这对文化传承有重大意义。 北港移民庙是一间进入历史的庙，奉祀清朝时期为国牺牲的义士，分别是戴雕村事件甲林爽文事件，到即马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，嘛是婚姻县重要的县定古迹。这后壁这是108位的林爽文事变108位处，边仔这2墓是咱迄个戴雕村事变的骨骸，就是伫这遮。 毋但建不是古迹，收藏品其中有5件文物，拢有深刻的历史甲文化意义。 青花瓷啊，这个是漳州窑啊，交这个戴雕村事件的30多位的神主牌啊，啊，佮内面咱是一尊移民来讲的神尊，吼，这较特殊的，真正特殊的，哦，台湾来讲嘛是毋捌看到这个的。 今年北港灯会甲巷弄灯会拢到3月12才结束，欢迎所有乡亲去北港佚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